食爱食在地，而且爱食着时。不过这听起来真简单，事实上运送过程当中造成真侪碳排，而且全世界有8亿人等咧腰肌失当，咱台湾却是一年有220吨的物件食无了，就安尼拍算去。长期环保局举办珍惜实在活动，希望推广给大家一款新的观念。厨房内选手咧练功夫，除了爱利用土肥在地的潮湿的食材，还佫爱达成全食物的利用，袂使有剩喷。桃园市环保局办理多姿赛竞赛，是罗浮高中餐饮科的老师，还佫有多姿赛杨胜敏，因来摕到教案组，还佫有料理组的冠军，伫9月16会代表桃园来参加环保署举办的全国赛。不要过度的去烹调，主要呢，我们就用了桃园的大褐米、大溪的韭菜、绿竹笋来呈现一个石锅拌饭，用永安渔港的虾来做一个荔枝虾球。教案是以泰雅族传统的一个意象，叫做哈玛利舌头这边出发，然后希望从这个地方让学生学习到一些习食的观念，其实是建立在泰雅文化传统里面。国际期刊 Nature Food 研究，食品的运输占道路车辆排放碳的50%，嘛超过其他商品的排放量。环保局讲，这边的料理比赛用大园出产的米、大溪的韭菜，还佫有福兴的绿竹笋。这若是甲外县市各个食材甲运过来，安尼当来减少1196公里，含281公斤碳的排放。首席厨师，他这个席就是习食的概念，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用多少、买多少、吃多少、煮多少这个概念哈。根据环保署的统计，台湾一年有20万吨的喷，若是甲用这喷桶甲贴起来，会当有贴出5万座的台北101大楼遐尼悬。规台湾有1/3的喷数拢是这喷造成的。同环保局嘛鼓励民众讲，这食材尽量利用遐个下春起角的，也就是讲遐个无好看的食材来达到无喷的料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